戴唔戴罩，遲下先知啦。各位市民，動保法將會喺9月1號正式實施啦。民署就話，評估犬隻係咪可以唔使戴口罩嘅內容包括自主填寫對犬隻了解程度嘅問卷調查、犬隻表現行為同埋自主之間互動嘅靜態觀察、從凝視同輕拍頭部等5個項目測試犬隻嘅性情，以及同陌生人相遇等4個情景反應測試。測試結果將會即時公佈，而通過評估嘅犬隻將會獲發一枚綠色嘅狗牌，有效期3年。各位市民，如果你想知你屋企嗰隻狗仔使唔使戴口罩呢，就要測過先知啦。如果你想幫自己養緊嗰隻體重達23公斤或以上，非民署認為屬危險嘅犬隻報名參加評估考試，民署喺18號起就會接受預約啦。9月1號起就會正式做評估。呢個關於動保法嘅最新消息，由2Cat853嘅仔仔為你報道。